Hello， 欢迎收看《Go Go 共哈发》，我是敏华。我们今天来到火车站，要来等火车。复查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今天 GoGo 直击要带大家直击的行业就是列车长。列车长平常做些什么样的工作，才能够让大家可以快快乐乐出门，平平安安的回家呢？带大家去直击看看喽。复查一多张，列车长就得要绷紧神经，从这一刻开始，他就得全神贯注。忙碌的一天才刚刚开始。各位旅客好，开始验票，谢谢。复查摇摇晃晃，列车长还是得要弯下腰帮大家查票，从头走到尾，一整天下来，腰酸背痛是常有的事，但其实辛苦还不止这个。那今天就要来问问列车长，当列车长那么久的时间，他觉得最辛苦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当旅客上车之后，我们就要开始注意他的安全，尤其是上下车不能有夹到他，然后注意每旅客能够安全上车、安全下车，整个精神都要注意他们旅客的安全，就不能分神。对。服务懂勤俭，对人很和善，虽然工作很辛苦，但为了乘客的安全，他们努力地坚守工作岗位。今天要教大家的单词就是火车。火车怎么说呢？今天请到我们的客语小老师，我们的列车长教大家火车怎么讲呢？复查，火车记起来了吗？复查唔等你，不过列车长会保证大家的安全，让大家可以安全的从复查。列车长没什么时间陪家人，国定假日、过年假期也得要常常加班。大家放假也是他们最忙碌的时候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今天我们跟着敏华来认识这个列车长。其实列车长好像就像是守护我们安全回家的爸爸一样，特别在求学阶段的时候感触良多哦。当然了，我们学到新的词，一起来复习一遍吧。来看第一个词就是火车，复查。第二个呢，来看到就是亲切，勤切。第三个很重要哦，就是火车不等人，复查唔等你，这句话要记起来哦，复查唔等你的。好喽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